咁啊，拜安路睇下點先啦。好嘢，一叫佢右手邊卡庫咧加速落底線，不過可惜咧已經有個啦賀字喺度啦。咁賀字咧亦都被逼踢出界喎。啊，最穩陣嘅做法。咁啊，賀字咧就亦都係咧係丹麥啦，係對上4場嘅賽事咧都係有份係踢嘅。我睇下李安納度咧冇辦法殺出呢個重圍啦，米高魯達啦再輕輕俾翻入中間俾咧賀字。好搶得靚，冇犯規，朗拿度斜直線俾李華道搞入嚟，2比1，好波，真好波！李華道2比1領先呢個丹麥。啊，再睇呢個時間先，上半場26分鐘啊，呢個波又係朗拿度交得靚啊，阿潘又係佢交得靚。冇得傾，冇得傾。咁不過李華道都射得靚，都射得好乖巧啊！大家慢鏡頭可以睇睇。冇角度啊！佢直情冇晒角度喺底線嗰度。嗱，你睇啦，攞到個波，也有開始走嘅就10號，左腳一比，一拖落底線，好少位㗎咋？你睇下佢，哇 ！cheap 個波底啊！我諗啊，佢用呢下射波啊，得6安士力㗎咋？6安士啊，唔係60磅啊，6安士力你睇下，慢慢嚟啦，所以嘢射波都要使大力㗎。哇！你睇朗拿度個氣氛真係開心啊！阿蘇珊娜2比1，巴西喺26分鐘已經係取得領前嘅位置啦。咁啊，套用翻阿如你講啦，3排2撥啊，2比1咯。2比1。頭先3排2撥1比1。3排2撥真係快喎！哇！今年哇，更加做咩啊？好開心啊！咁啊，今年巴西的確真係由初賽打到而家咧，場波呢個水準都冇乜跌到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咧要睇比賽啦嚇。